靠主相信，我想阿们大领现场感恩今日的上好对我所做的，阿们。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是大康这第二个主日，要来点到第二条、第二季的拉条，伊是象征准备甲信心，来纪念行洗的约翰的呼吁，悔改认罪，备办主的道路，佮为着咱要为着世界咱抑佮内心甲上帝和好的平安。甲活出主的见证来祈祷。这是咱要点到第二季的拉条。咱也用祈祷来进入咱今早起的礼拜。
来啊，咱着鞠躬敬拜，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养饲的百姓，也是伊手下的羊。啊，各位兄弟姐妹平安。感谢天父上帝的恩典，预备我们的心。我们再一次进到他的殿里，用称谢进入他的门，用赞美进入他的院，领受他的供应。如果方便，我们邀请大家一同站立，一起用全心全人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愿主宝座在我们中间设立，他的名在全地得着荣耀。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圣所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穹苍赞美他。要因着他的大能赞美他，要因着他的荣耀赞美他，要因着他的慈爱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我们要赞美，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来敞开胸怀赞美他。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来高声欢呼赞美他。我们要鼓瑟弹琴赞美他，我们来击鼓跳舞赞美他。我们有诗弦乐器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我们来击鼓跳舞赞美他。我们有诗弦乐器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欢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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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爱敬拜荣耀慈爱，他主宰如同花朵，向日绽放我们心上。主敞开，黑暗忧愁罪恶阴霾，靠主大能尽驱散，赐下祝福，欢喜喜乐光明与我，永恒欢欣欢欣欢欣，喜爱敬拜荣耀慈爱，他主宰如同花朵，向日绽放我们心上。主敞开，黑暗忧愁罪恶阴霾，靠主大能尽驱散，赐下祝福，欢欣喜乐光明与我，永黑暗忧愁，黑暗忧愁罪恶阴霾，靠主大能尽驱散，赐下祝福，欢欣喜乐光明与我。同在我们要鼓瑟弹琴赞美他，我们来击鼓跳舞赞美他。我们用诗弦乐器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圣所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穹苍赞美他。要因着他的大能赞美他，要因着他的荣耀赞美他，要因着他的慈爱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圣所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穹苍赞美他。要因着他的大能赞美他，要因着他的荣耀赞美他，要因着他的慈爱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
哈利路亚，荣耀归主，愿主悦纳我们在他面前的敬拜。上主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的呼求，神已经听见，他应许等候他的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就如同农夫忍耐等候他地里宝贵出产，得了秋雨春雨。愿我们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我们继续来敬拜，如鹰展翅上腾。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永在的神，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能够耶和华已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那主是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生命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感谢主，从头再唱一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永在的神，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能够耶和华的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那主是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如鹰展翅上腾，如鹰展翅上腾，翱翔
像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领受的圣灵丰恩膏和大能，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咱继续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中我上天打定地的上帝大兵，伊要叫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三甲来启用，启用文旧圣诗的第32篇，这是咱着三甲来启用。对亚西的树头要发一支影，耶和华的神要点伫伊，计划甲能力的神。一声，伊要伊敬畏耶和华做欢喜。伊毋是凭目睭所看见来审判，伊要用公义审判丧凶人，用喙中的管拍世界。公义要做伊的腰带。豺狼要甲绵羊仔相共大，牛仔甲细只狮甲肥的精生，牛甲熊要相共食，食冷的囡仔要佚佗伫恶蛇的空口。伫我的圣山会遍地，因为人捌耶和华的财物要充满地上。这是咱三甲来祈祷。阮伫天里大有能力的上帝，听阮的阿爸爸，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准备心，分别时间来到你的殿院亲近你。主啊，阮的敬拜是要献互你的。逐摆阮敬拜阿老主，阮的心神要得到更新。愿你的宝座临在伫阮的敬拜中。伫听候主耶稣基督降生的大降节，阮整受主临在的道路。阮用悔改的心来省察家己，承认阮生命中的不足甲软弱。求你监察阮心内的心思意念，赦免阮的软弱甲犯罪。求主引带阮修复甲你甲人的关系，准备阮诚侪迎接主临在的器皿。阮尽力来弥补阮的亏欠，互阮无得欠人，只有掠三疼还是欠人，佮帮助阮疼厝边亲像家己。阮为着教会，求主伫教会逐项的聚会、团契、社区班，束缚
阮服侍同工，心心灵勇行，参与的兄弟感受主的疼，甲主伫教会的荣耀。特别伫12月，阮要备办圣诞的活动，求主坚固阮所做的工，通过逐摆的活动甲聚会，互所有福音的种子有圣神的感动，将你竞选要得救的朋友，行天互阮。阮也为着阮的家庭、家族、亲情甲朋友，有还未得救的，你借着环境引带因，柔软因的心，互因认捌你甲你的救恩。阮也继续为着阮所想到的兄弟，侪人肉体有病痛，求主怜悯医治，临到因。有人工作有劳苦担当，互即个世界掠条。恳求主赏赐智慧、气力、安慰甲透放，照主你好的旨意，赏赐因教家的稳定。今早起，阮感谢你搁一届赐福伫蔡长老，借着伊来签名你的启示。阮恳求圣神运行，互你的话光照阮的心，对阮的心讲话，更新阮的心思意念。感谢主，这是阮的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请沙马团契为咱来献诗敬拜。因要唱的是《爱的约定》。
感谢三马团契真水的娱乐。咱即是咱来今仔日看今仔日圣经节，记载伫以赛亚书第40章28节到31节。由我来读吼。以赛亚书40章28节，你敢袂知嘛？你敢袂听去嘛？永永伫地上帝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伊无夜也无神，伊的智慧无通测度。亚神的，伊互伊能力；软正的，伊加添伊的气力。少年人也会神，勇壮的人也会跋倒。独我靠耶和华的，要得到新的气力。因要亲像鹰鸟，体势飞悬，因走也无夜，行也无神。以上，这是咱要请蔡长老为咱证道，伊的题目是听候主教。大家平安，请你甲注意个用心，用你的心平安。咱咧点到第二季啦条，点啦条顶礼拜是小姑娘李长老娘家明恩长老来替咱点第一季啦条。今咱看到的，就是 COVID 长老家做保执事因三甲做伙来点第二季啦条。即段咱想到阿伯含以撒雅各的上帝代代相传，咱的信仰是代代相传。像咱前面23篇所讲的，我这世人，我要甲耶和华三个做，要有恩惠甲慈爱，甲我三个做伙，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殿，我一生一世必有恩典与慈爱伴随着我，我要永远居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来做礼拜足欢喜的代志，今日啥物人上早来做礼拜？今日啥物人感觉你上早？啥物人？今仔日是某一个人对高雄坐5:50的高铁来做礼拜。你有来评较早无？请你举手往看一下好无？抓紧好你。5:50，你拢还咧困，已经去坐高铁来咧做礼拜啊！这是敬拜上帝一个感觉咱的心嘛，迄个态度，毋是讲我都来甲上帝打卡。那个不是打卡，这是敬畏上帝，用伊的心上过来敬畏上帝。咱来做的祈祷，咱大讲这时阵，咱以前拢讲主要所祈祷出是咱为着这一，你不管咧讲加西利约翰，咧不管讲约南，咧讲撒加利亚，咧讲玛利亚，咧讲这些代志的时阵，我对我心中有一个使命，一个声甲我讲，你爱甲因讲，主你要来啊！因为期待主的第二遍过来，主耶稣基督的降临，主耶稣基督的来临，但是咱应该特别注意，咱应该在意在心里的。咱听候主的降临，我们等候主的降临。咱听候主的降临时，咱等候咱一生的中间，你发觉无？你常常咧等候你囡仔细汉时阵，等候一段，这古锥啊，去读国民校，搁较古锥读到国中的，你甲讲啊！你今日功课咯，你甲我管遐济，你今日要对，你管我。到高中，到大学，开始心肠挂肚，伊去读大学，离开阮，哇！形容咱讲空巢期吼，小孩子离开了，伊毋知安怎要交饱无？打电话倒来，你爱交饱，穿个手哦。妈妈我拢知啦，但是钱无够咧。你等到伊出大学了，你烦恼伊无头路，伊有头路了，你烦恼伊交男朋友、交女朋友，甲结婚了要生囡仔，烦恼到目睭磕落迄阵，还搁咧烦恼讲，你来好好生活嘿。咱即种咧等待，咱拢咧烦恼咧等待。咱即世人咧等待，有当时咱讲我用我来讲，我食几个头路我即马伫台北做推事了，去妈祖做厅长，妈祖做厅长，一个所在，阮老搬厝吼，搬到阮结婚的，本来还佫剩一顶面床，迄顶面床我毋甘单调，到搬到尾我都嘛单调啊。阮太太有伫咧吼，知吼，顶面计算阮搬16遍厝啦吼，即种若搬的所在比17遍才对吼。
你这个一直搬厝，一直搬厝吼，咱嘛走去业长嘛去搬厝，录即师嘛是搬厝，咱嘛走去看因迄个豪华的别庄吼，拢搬厝。咱不管是咧牵线，咱重新得到一个新环境、新的开力。你搬厝了毋是结束安尼，你搁等待另外一个等候另下一个行程。咱不管是即世人的中间，哪有一句话咧讲高山不语啊？你看着关山哦，迄山足水的时阵哦，伊安怎？但是你种旁旁都渺茫啊！你讲我到底咧爬富士山无？富士山足水的，听讲富士山会火山爆发，日月不语。日月只用奉献互你，奉献给你光，奉献互你光。日时互你有热量，暗时照光你的路。所以咱顶礼拜有讲到日头落山，耶稣要离开因教会，有无？耶稣要离开，你囡仔讲耶稣你莫走啦，耶稣讲不要紧。太阳下山，你往后看；日头若落山，你后壁看上，你看到讲其实伫黑暗的所在，足侪人有愿的发出光。那当然是伊发出的光，历史的痕迹里面，历史的长河，嘛是一种等待啊。这等候什么？我们在等待这种惆怅后的收获。咱本身台港这嘛是咧等待，在等候。等候什么？听主基督过来啊！这个等待是无希望的等待呢，是有信心、有希望的等待。今日看到一个大明星要来，韩国女团，即马囡仔咧笑叫做恶魔女团，跳舞安尼因为等待时足侪人去抢票，抢到票了都要排队。因都排队时，咧创啊等待要入去到迄个演唱场。来听演唱，嘛足侪人排入目口哦，排入目口是无票的，都要往等看卖，看有票通买无？你的等待是有票还是无票？咱基督徒才是有票的。有当时我心内感觉有一个负担，讲我已经遮侪岁啊，伫咱中央教会到底偌济？对我常常讲一句话，是偌济人得救，每一个都不能少，我们都要得救。上帝。他们都能够得救吗？有当想想咧有可能大家拢得救，我无得救，我讲嘛不要紧，因为我常常咧讲，希望你拢得救。然后希望我无得救，上帝讲蔡崇义无得救，你拢会当得救。我全力这样做。但拢咧得救，咱等待，迄个门票咱有摕到无？摕到门票爱钱无？愈名演唱会愈贵，愈去。今仔我既然顶了可能代志无伫遮，我倒要讲伊个代志。我踮咧真搬厝搬啊长忝毋知想咧维也纳合唱团、儿童合唱团来，足水的伊若讲家去看，伊也毋甘开迄个钱去买啦。想讲要招蔡总去看，所以讲开迄个钱。若叫家去看，我嘛毋甘开迄个钱。我从伊买来有票，我就去看。阮就去听维也纳合唱团，我即世人第一遍听合唱团，听到一半叫困去。这半足忝的，我就想讲，伊咧唱歌我迄个鼻，我若迄困拢会发鼻音迄个讲的声毋知有人听到其他人毋敢甲我弄啊咧。我印象上深的到一半，我实足忝的啦。但是佫无看，佫足好彩，尾也听到迄个声，足水的声，关键我都切起，真正够水。咱常常等待啊困去呢，像迄个5个16路有无？等啊困去呢。无去加油呢？咱常常咧等待，咱等待时阵是等待啥？等待你发觉无？咱的人生拢是等待啊！今日咱带张了牛，要坐5:50，袂敢5:50到高铁，带车来，你全爬去，敢有？绝对无嘛！绝对提早去等嘛，对无？教人讲我去搭高铁看到我，个倒翻头，目裤倒来，自怎甲我载？时间到不接就去，你管你是啥物人？咱拢要等待，迄个等待是有希望的等待。咱等待主耶稣基督过来时阵，咱有信心。我伫生命册内底，只有等待才有意义啊！毋是说空思妄想的等待，迄个空虚的等待，若空虚的等待，对你一点意义都没有。有当时我感觉我都顶面捌咧讲，我嘛讲迄教会要紧8斗教会，我去做过2遍礼拜，我感觉讲咱是做礼拜是形式上的时候，做礼拜无事讲都在倒咧困。不要紧，你若困先甲我讲者，你走去边困拢不要紧。礼拜了就去台爬起来。为什么？伊讲要，我这笑就甲问讲，恁来做礼拜有啥意义？因笑就讲有啦，我就甲上帝讲我来做礼拜。你这等下无意义的，
那等来是真正就有那心准备，为了信心，为了愿望，有那个盼望，盼望主再来。我们在这里等待盼望主再来。不要小看呐、今天我看到阿叔提足个肉包好，我紧甲接过来，我足惊去偷食去。哇！有可能咱肉包食一喙上，上帝甲咱鼻涕。那个等待是有意义的。我现在开玩笑说，有一天我在讲道之中倒下去，你们就不要再急救我哈，再见哦，我跟上帝在一起，多快乐的一件事情。我们在等待，我们一生都在等待，谁在等待？上帝在等待呀、以色列人2天可以已经看到迦南地了，可是上帝还把他造38年、40年在，为什么？等待他们悔改。但心中硬啦，人的心是硬的。我们在讲我要伤死你一粒肉的心，我要伤死你肉的心。你们是圣洁的灵宫，你是上帝所欢喜的。可是我们经常属血气、属血气，喜怒、吼、哀乐，叫咱家己。人生不如意怎么样？人生不如意怎么样？既然你都知影即句仙语，你若特别信上帝，你才开始埋怨上帝。上帝，我信你了，你是要讨我这个艰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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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就是讲你无想过嘛？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你无想过就如意哦。你信上帝颠倒伊个愿望呢？你历史的长河的中间，人生遮长的中间，这个时间，你定着困难上帝做你的瓦靠。后面你可以当跳我去到永远哇，那种牛奶与蜜的地方，无哀哭，无悲伤，哇，迄个所在足快乐的。尤其今仔日看咱咧点哪条，对咧，你对咱物件明显就是有一日到天堂的时阵讲啊，阮囝咧，明显啊，你伫遮哦，你会记咱点第几大条呢？明日就讲不，做报，第二期咱点的呢？咱所以讲，每一个人好该看好清楚。咱到天堂是无一种阳光的体，你无一定认得出来呢。若认得出来，耶稣家学生做伙3担半，传道3担，伊家学生做伙，学生有甲认出来无？没有呢，因为伊的身躯已经变阳光的体。有时咱闭在伫天中是阳光的体呢，所以后天我头前拢甲你看你的面，便去天堂找你。我老上天堂啦吼，我倒来找你。你若讲我毋捌你嘿，注意看好清楚哈。咱每一个是等待，主要说基督咧等待无？有咧等待啊。伊毋若等待，伊要上天时阵甲咱讲伊要找保惠师来，要上天时阵甲咱讲，召万民招万民来当我的什么门徒。咱来这个所在是要做门徒，我们每一个人要主的样式，每一天像主一样。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我在某间教会就曾经跟各位做一个挑战。我说，待降节这段时间，我们能不能学习活着像主？什么叫活着像主？活得像主耶稣基督啦。等候你倒来厝里，要对你某发脾气的时候，你想讲，主耶稣基督毋知替发脾气无？看到粪扫车来，你要倒粪扫的时阵，你毋知手气要倒粪扫无？所以说，基督你的工作时阵，人对你种唔好的工作上，人家对你不满的时候，你会想到说，主耶稣会不会埋怨？活得像主，我看卖，无多通3礼拜，无2礼拜，无到2礼拜，无1礼拜，无多通1礼拜，无3日，无个多通3日，无1日都无。一天你活得像主，亲像主，我若亲像主，你家想讲，今日我活得像主哦，然后今日。阮人甲我骂吼，我就甲笑咧。哎呦，倒来有当时先生在讲你得叫你小可整理你咧房间垃圾里头。然后你看到你先生又是那副德性，但是你想讲，若主要安怎？笑一下讲，主是谦卑温柔的啊，充满着爱。若较出圣性咧，都看无啊。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圣神你来充满我，嘴念念的袂记一去啊。圣神在降临在我的会中，拍动我的心。
我照这蔡某某照着你的话所讲的话，刺插着我的心。啊，你性情无入你的心，就像咱讲启示录3章20节咧讲耶稣咧拍门，哎，你开门呢？你甲等下主来啊，主来啊，主叩叩叩叩叩叩叩，三声，叩叩叩叩叩，三声困啊，哦，困咧困袂饱咧，耶稣要叫你开门啦，你有开门无啦？所以上帝咧等待，耶稣咧等待，圣是咧等待。不要让耶稣等待太久，不要让圣灵等待太久，让主耶和华跟你同在。所以耶稣复活以后，伊甲咱讲，甲这要升天、要上天以前，吩咐这些门徒吼，讲你们要到耶路撒冷做什么？等候圣父所应许的圣灵。人讲不为书吗？你到圣诞台呢？毋是讲哦，我今仔日就安尼，我就足后个啊，无带等下啥，先祈祷，带马可楼祈祷，圣神降临，得到开力，冲哦！咱有当时吼，在听咧了吼，我足希望讲有一日吼，我若常常咧想着我常常讲这，你讲啊，你讲这有烦袂？我即我大地上足冲的呢，迄买一个脚踏车吼，啊就冲啊！啊，迄阵咧传统音吼，他咪讲圣经也捌无几字啦。我无像李牧师讲圣经拢总捌的啦，圣经捌无几字就甲人奇甲讲，啊你有信耶稣无？无啊无人教会做礼拜，10个做9个甲你拒绝啦，啊但是可能某一个咧，啊就秒一个就好啊，啊就加你啊加做礼拜了，哎，教门阁足趣味的呢，安尼一年拢会当设一间教会，哦，真感觉传道，敢若要叫人来做礼拜，敢足困难的感觉，以前袂呢，啊就讲我其实吼，上帝疼憨人。你只戆戆去人救人，人就真正欢喜来；戆戆啊做，人就欢喜来。足趣味的代志。所以讲，上帝讲恁爱去耶路撒冷多等啥，做我的见证啦。对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完成什么大使命？所以讲，咱每一日，咱伫遮做咱信徒，毋是讲在遮做礼拜，讲做礼拜上帝足欢喜的，因为会亲近神。亲近上帝，看上帝也是安怎？咱就是爱完成上帝大使命啊！咱个头音要处理啊！我们没有用花俏的节目，讲好我足吸引人，互恁来到做礼拜时，咱偌高吸引都袂评滨崎步的演唱会较吸引人啦，袂评韩国女团的演唱会较吸引人啦。阮伫遮高山啊，国小1年级吼，讲这叫做恶魔女团的舞蹈，恶魔女团应该知的人无济啦吼。阮即个做阿公的人，即艺化阿公，咱叫做恶魔女团啦。专门咧学白跳舞的迄啦，就是听到有够歹看，啊，都无抖音都爱跳安尼。但是我们敬拜上帝，从2、3千年来一样的模式，以神的话为中心，就是用这66卷圣经为我们整个礼拜程序的主导。咱就是真正在伫上帝话内面，咱来看。所以今日读这条圣经哦，非常的水。非常的好，咱做来读一遍好不好？以赛亚书40章30安怎讲？咱的金句嘛安尼讲，来，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因为等耶和华来必得开咱的要亲像鹰鸟天去飞，原因走也无也行也无神呐。必，他们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咱大多敬拜赞美时，跟他讲，必如鹰展翅上腾，好美的一句话。我们等候不是没有目的耶，我们的等候是如鹰展翅上腾，不是没有盼望的。我们等候是有盼望的，我们等候是有一天，我们相信有一天主会接我们到天上去，会叫咱伫天顶的时阵，伫个所在是新天新地，伫得完全无流目屎，啊，亲像绵羊倒伫草埔内底。真水的所在，所以咱的课文，你读课文，你就拄咧读无？啥物？狮啊食草，亲像牛呢？迄个所在是人说讲是囡仔伸伊的手伫独蛇现呢？那是什么景象？一片的和谐，没有争执，没有残暴，没有恶劣。种真水啊，像鹰鸟天去飞悬啦，迄个等待耶和华必重新得力，
重新得力，重新得到快乐啦。迄个等待毋是无希望的等待，等啊！我特别什么大学学测，我快考试了，然后我都要等待。迄蔡长老有讲哦，伊在讲台顶讲叫我等待，啊我即摆吼也免读册，我转册藏咧。上帝，我咧等你哦，我咧等你，我考100分，这字互你替我读，慢慢显，直接透视过就好啊。显这了去考试考0分，上帝拢无听我的话，我的祈祷无效。因为叫你等待是叫你爱准备的等待啦，毋是倒遐藏咧空虚的等待。迄本册藏咧堆头，到尾都拢第一啊！你要考100分，啊上帝嘛无公平。我们的等待在，当我们念完之后，我们认真在读这个书的时候，我们祈求上帝让我们力量。试试看，我跟你保证，上帝会给你力量。到时候你再来做见证，所以上帝叫你要做见证。那是力量，力量就是我有努力，上帝有看到，让我有成果。咱常常听讲一句话讲，迄个题目我都明明有读过，啊，但袂记记，啊，等到出来目口讲啊，我想到啊，啊，都无写啊。我会记得我那时候考大学联考时阵，出来目口常常人讲，啊，都明明迄字对，哎，袂对，啊，我都考几啊遍啊，啊，都形容入去到试场吼，我全袂记啦，忘掉了。啊，等考了出来时，都讲，哎呦，就是安尼啦，我都有读几啊遍啦。可是我觉得我们信主的人吼，我觉得这一点我蛮自豪的。也就是说，反正念一念，然后我们就交托给上帝，我们照常在教会服侍。考试出来，居然考得比我预期的还好。我从来都觉得，从大学以后考试都比我预期的还好。那我们的现在学院长叫周荣泰嘛。那个民进党秘书长叫徐国勇，说那个秘书长2个是同班同学，小我4岁，读法商学院。那天我们有在一起交谈，这些最少我是学长，老学长，多4岁，多4届的老学长。哦，大家都咧开讲，都讲，像大拢讲一句话，哎呦，做学生上好啦，做学生上好啦。真正咱必重新得力啦！咱看是咱现在12篇甲咱讲啊，我看新译本的句话咱拢足熟的。咱看新译本讲啥？你们安静等候上帝，因为上帝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啦。上帝是咱唯一的愿望啊！你毋通拄我来等，啊，我一直等迄落啊，蒙等看卖咧，啊，我可能会得救，啊，我可能袂得救。咱相信咱会得救，咱相信咱会得救，阿免。恁就足无胆。我特别咧甲你讲，我感觉你足无胆，咱拢会得救，咱拢有信心诶，咱拢会得救。啊，你得救，迄得救得安怎？咱来努力啊！去提高问是会呢，是在的。可是我们努力就可以过。迄像以前咧考驾照，吼，来对一个天才发明考 S 型诶。毋是讲假哈，恁在座每一个，毋是我看恁无去，无一个走会过，拢无。你若毋是去教练班，甲你讲看到啥物2000半，啊看到啥1000半，啊佮有倒退对2000半、1000半，我甲你保证，撞着迄条路吼，你若拢即阵啊，像我即种袂记一啦吼，你甲开看会过。我会记你人咧问交通部长讲啊，即条路是哪 S 型，他要考迄落，伊讲有当撞着迄条山路啊，啊我咧笑。我一边甲约谈，我咧笑，我讲，迄若我撞着迄吼，我甘愿倒来用行路车甲等咧，迄叫我开落，我就叫绝对摔落去。迄 S 型倒一个开会过，自从你开过嘛，倒退袂倒来。那种都是表面，我们要实际上。所以我们安静等候上帝，因为他是唯一的希望啊。我们用我们筹备的心来等候上帝，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所以咱细汉的时阵吼，那时候电视很足少的，阮细汉的时阵吼。就是举迄个板凳去消防队看啥？看无敌铁金刚。哎，听着无敌铁金刚吼，会啊！你捌看过无？会我年纪敢有？你的年纪应该无使扭啲。无敌铁金刚，无敌铁金刚。哦，你那摆伫遐，好，那卡通影片出来，大家啪咧，啊了伊也举咧，然后讲紧倒来食饭啦！我要去教会啊！来，个带恁等无？妈妈因。做啥？看阿信，吼！伊也举咧去迄个消防队看阿信。迄时阵啊，大大等的时阵吼，我感觉迄是足甜蜜的画面。迄吼，迄若
像阮妈妈咧三个吼，欧巴桑做伙吼，骗菜市个较闹热，吼，电视也袂演咧，伊就开始咧演啦，哦，迄顶集诶，对第一集到第几集伊个演啊，啊，逐逐咧讲以后啊是安怎，啊，迄上队员吼，迄有当时啊看到人车要出去啊吼，啊伊拢共定咧。啊！大家拄啊，大家咧，伊啊摕出来刷哦，啊，拄演对啦，演对啦，伊啊拄刷啊车出去咧拍火。想一想很美呢。迄阵迄个人吼，迄阵的人无咧看手机，迄阵的人吼，电视佫拢做伙看，吼，做伙看电视比家己看电视加偌好。做伙看电视上水的代志是安怎？佫拄啊佫开讲，啊然后一面看电视一面讲哦，阮阿米啊吼，哦，即摆偌高咧，即摆出去目口迄彩虹吼，哦，即摆讲人头家佫较生薪水，啊，阮阿姨啊吼，哦，即摆考调对，啊，阮啥物人哦，啊，啥物人啊，啊，开始讲遐八卦，有当时那些聊八卦不要伤害人也很好玩呢。哇，拄啊大家感情拢足好诶，啊，全部阿信的进展，大家拢总知，所以讲什么？那你等待不要觉得失落，因为迄有五毛啊，那种门票，咱来设落去摕到门票，拿到门票去看演唱会，去听维也纳合唱团的合唱。现在弥赛亚合唱团到了，免费入场，但相对的，我们要拿到天国的门票。天国门票很重要啊！咱得到天国门票时，我们可以很有信心、很有盼望，安尼走到天堂。虽然那个路很窄。可是我们努力走到天堂，好美的一件事情哎！所以，我们相对的，我们要求上帝的帮助，让我们互咱有迄个气力，通摕到天国门票。咱前面就二批甲咱讲，咱来捌上帝真心意上重要啥啦？咱有迄个愿望啦，愿望主过来，有啦主倒来啊！愿望主再临，啊，甲我带去。嘛，主在入的时阵，我有分伫天国迄个新天新地、新的天新的地，有迄个愿望啊。咱若无迄个愿望的时候，咱的人生，你会看迄老人院吼，有当时啊，阮也是游览山庄，啊，阮常常当时遐看遐老人，有当时看到老人吼，若黄昏伫要到，吼，啊是讲毋是黄昏啦，有当时啊，到日时到的时阵，就看因来轮流坐几排，甲杀几排，啊杀几排拄啊，有诶拍日头嘛。像今天我看到蔡文这，你不要小看彩云节呢，彩云节会拉单杠，这种有无？他会拉单杠呢。恁毋免想讲我甲你照卡条，我提影片互恁看。等候恁了了，逐日咧进步啊，足欢喜的啊！伊个有当时啊，你家己都甲你认咧，手甲你压偌条咧。我相信上帝会注在他身上。咱相信是迄个愿望，互咱知影真正咱是有愿望的人，咱会买着门票的人，咱大家拢爱摕着门票，然后我们去天国，啊去天国，摆去天国，啊然后入去的时阵，所以讲中央团结伫对，中央团结伫哦，中央的人拢伫遮哦。啊，阵可能你看到迄个人，看伊讲啊，你就是啥物人嘛？哎呀，红珠仔啦，你也看迄个红珠仔，无人已经变啊迄个面吼，我感觉天国面色上我毋知啦吼，上物嘛真水，无哀哭，无死亡。无痛痛，迄老人两个坐咧，啊，住遐咧等。有个人是花头起面，安怎？因囝孙要来甲看。啊，有个人是住啊等啥？等日头落山通食饭。你是要等日头落山通食饭，还是要等你囡仔来甲看？迄无共款的愿望。咱真正有当时啊吼，是干来等迄个愿望，就讲啊，就紧诶啊，日子过就好啊。咱还有迄个愿望，讲每一日拢足充实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每一天都是爱的一天，我每一天都有盼望，我有盼望到那个时候，上帝接我走的时候，你走啊足坦然呢，那个才是真的盼望啊。所以讲，我妈妈细汉，阮国民校要去读书时，我定讲过迄诗篇23篇。明年我特别要诗篇23篇，特别对要将诗篇23篇搁讲一遍。他如果讲这边23篇，我大家都要背啊！我奇怪，我无欠过你，我到20年差不多，大家都会背，对不对？因为是我的牧者，大家都会背，真的吗？你每一天把它练一次看看，一句一句慢慢练。而且我每次在想说，我在中正教会的服事，到底上帝你有没有接纳？到底我讲的话是不是
不符合你的话，我讲的话是不是合理的话？但是有一项吼，我感觉较欣慰，就是讲我常常听到会友甲我讲，蔡长老啊，你今仔敢若讲道拢咧讲我呢？我讲拜托咧，我的讲道拢是2、3个月前先摕出来。啊，讲你安怎？哦，我家己也发现我家己啊。我妈妈拢甲我讲，有我倒伫清水的草坡厝啊，伫安静的水边，连我在躺卧在青草地上，连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妈妈甲咱咧，啊，然后讲了，啊，阮去读册，拢背了，迄足紧的吼，啊，背了我去读册。啊，但上爽的就是讲，我嘛有当时啊吼，要甲阮语赛，啊，叫阮在心里默念啊，都家己念哦，啊，毋通收大声，因为迄鱼缸迄个，我妈妈带讲阮倒带伊的骹腿安尼，伊甲阮讲用迄个咱用迄个土下食，甲阮讲伊噻。哦，我找足久的，我为了找迄个专门人咧养鱼赛，吼，我叫人养一遍，真的不好，靠拢养都无阮妈妈养遐好。哦，我妈妈迄种享受，我嘛定定讲。我一遍去问着阮妈妈，我甲妈妈讲，妈妈你甲人晓意思啊？我毋知影，全迄隔壁就是有够叫气死，迄样个毋知你安怎甲你放爆蹦一下，我全醒起来，啊无阮妈妈甲人晓意思晓了啊，啊就我倒咧叫醒起来啊，啊计就嘛无啊，定定讲啊上定去问一遍我妈妈甲人晓意思，啊都无啊，到现在无问着。啊，甲人讲，我就定定讲，我叫阮妈妈，我叫阮爸爸定定讲话啦，做梦定定讲话，啊讲到一遍来讲，哎爸爸你毋是过身啊？啊就醒起来。吼、哦，妈妈倒伫妈妈的骹腿，咬伊屎啊，背起面就啥物，那种是无法形容的享受，好的，不如现在讲，好得无比啦，有够水的啦，有够好的啦。你若无去妈妈咬伊屎的人，真对，爱互你妈妈咬一遍伊屎看觅，你就感觉讲迄屎有够水，安尼伊也毋敢咬伤大啦，大边安尼吼，安尼哦，安尼，妈妈。我了啦，你好去读册啦，妈妈无之前也未了，我无啦，迄年个了，啊，搁一遍啦。再一次，做妈妈的人，家己的囝养一遍耳屎，好无？拜托咧，像我真好找无通养耳屎啊。那我找阮阿叔阿嬷吼，教养耳屎，我也袂晓啦。迄绝对咬掉我要疼死的，这个我不要。人要叫。感觉就是很温馨，所以吼，你为着事业、课业、家庭，你当代志咧烦恼，世界烦恼都十之八九啊，你本来就烦恼啊。咱基督徒嘛是烦恼，啊，我信主了后，啊，他念伊断着这，念伊断着迄，念伊断着迄，没有啊，你没有信主也是会遇到，可是你已经有盼望，这些东西都会过。我定定讲4篇23篇，你若偌艰苦的时候，当你甲背了，你去偷偷读了的时阵，你发现到讲，啊，这条有啥物？这都小事情。现在我回想起来，真的都是小事。可是那时候看到好严重哦，好严重哦。4篇请记哩，台讲就是那么灵修祈祷，准备心来等台，准预备心来等候的时间呢。待降节不是给我们说啊，咱今年有休困吼，好像有哦。好像立完通过嘛，我觉得有点可惜，我们今年没有在圣诞节庆祝圣诞，我们是用20号，老早就预定。咱每年快当圣诞节来庆祝圣诞节呗，圣诞节吼24美不加音，啊25到圣诞节庆祝好美的一个组合。那真正咱的圣诞节时阵是多在灵修啦，咱来祈祷啦，在准备心等待上帝，而不是在那种焦躁不安。哎呦，圣诞节讲要叫我唱歌，圣诞节要叫我安怎？哦，我圣诞节我阁足侪工课咧，我啊，阮在圣乐队要加强练习，我圣乐队要加练，唱个我也袂晓啊。不要焦虑，神与你同在，不要焦虑，因为神告诉我们什么？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得来是安怎？得到安息啊！你咧得到快乐，就是安怎？平静安稳，你伫平静的中间，上帝手助你开力啦；伫安静的中间，内心平静的时候，你会经历上帝甲你三甲地地。你甲上帝三甲地地，上帝甲你三甲地地，这是真重要一项代志。所以讲，会记住安息，你来安息伫上帝面前。所以讲，像咱礼拜以前，咱差不多8分钟、5分钟开始，咱就开始安静咱的心吗？
你无安静，你要怎记上帝？嘻哈，我足一日教会，嘻哈到10点干嘛？搁咧嘻哈，啊，开始啊，你是咧甲上做礼拜？做礼拜前大家拢足热咧，打招呼是应该，但是开始安静下来，就不要再讲话。你跟咱以前有放鸦片，伊就是10分钟前就放鸦片啊。那我伫原理教会吼，还阁读圣经咧，15分钟前就开始读圣经，啊，大家安静听圣经。完全的心就是上帝心，就要是安歇啦。那安歇伫上帝面前，咱来做礼拜是爱安歇伫上帝面前亲近上帝，亲近上帝是我们做礼拜最重要的目的啊！我现在甲主啊，咱个圣经内面足济嘛，主啊，我要到第4年最后我呼求你，你太拢无咧应我，要到第4啊，要到什么时候啊？上帝啊，救我啊！要到什么时候？有没有？诗篇一大堆啊！小先知书更多，耶利米书写了一堆。你看约伯记，可是上帝有没有理他？有啊，上帝有以赛亚书说：“你不知道吗？你没有听见吗？”咱的所讲大先知书、小先知书，不是讲迄两较伟大哈，而是他的篇幅哈写的比较多的以赛亚书写最多哦，所以我们称为大先知书。是迄个册是写较济，啊米迦书写较少，迄小先知书是写较少，毋是讲即个先知较含慢。无人讲以利亚较高，以利沙较含慢，伫上帝面前，拢总是上帝落榜的。所以讲以赛亚书刚刚讲，你不听见吗？这个永在的上帝耶和华创造地基的主，他不疲倦呐，他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伊的地位无通测度啦。亚神的伊手属于开力啦。软只伊手属于开，所以保罗现在讲，我真正欢喜主互我的软弱，因为软弱的中间，我得着安怎坚强啊！我足牛的，你较牛，上帝都徛在边仔看就好啊。你在上帝面前爱谦卑，上帝我足含慢呢。主啊，上帝啊，我是这么的愚蠢，我的上帝，我真的很软弱，上帝，我需要你。上帝，你软弱，他赐你刚强；你疲倦，他赐你力量，让你重新得力。这是真需要讲代志，所以咱一定爱知影讲咱人生如歌啊。有一首贝多芬交响曲第5号交响曲 C 小调，贝多芬做高区交响曲第9曲咱就写给快乐颂嘛。第2交响曲命运交响曲，大家拢做写的嘛吼，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来，嘣嘣嘣嘣嘣嘣。他们说最美在哪里？在停止的那一刻最美。那个就像我的人生，好玩，停下来。就像主耶稣开门啊，然后停下来，开门啊，停下来。你快开门！停下来，就看你们了，你们有没有开门？所以那命运交响曲告诉我们，人生如歌，就像那个当初台北合唱团来我们这边献唱的时候，我在讲的讲题一样，人生如歌啊。圣乐是加倍的祷告，圣奥古斯丁说的。人生如歌，如果你心里很痛苦，你要晓得。更痛苦的是那个贝多芬，他的耳朵听不见，他做命运交响曲，好像在讲他的命运，嘣嘣嘣嘣，那个笑逐才是美丽的。如果嘣嘣嘣嘣嘣嘣嘣，你不觉得它好听？你要觉得嘣嘣嘣嘣停下来，那才是好听。所以等候的前面有一个3个音符。嘣嘣嘣嘣，那是你要做的，才停下来。那是你要预备的，你才停下来。所以，讲我上帝要到第4年啊，忍耐啊，咱的警醒听好了，听好主过来啊。所以，迄句话嘛是相共款，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必如鹰展翅上腾，伊要亲像鹰鸟踢起飞管，你走也无要，行也无闲啊，他走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2字哦，注意看哦。迄两字必一定的，
圣经里面很少写的这么肯定 ，sure， 一定呢 ，sure， 让你不 under attack。你要受到攻击啊！你会受到攻击要会啊！咱这世人会受到攻击啊，工课受到攻击，工作受到攻击，连家庭连翁仔某嘛受到攻击，总是咱来顶候摇花，因为你要安怎？要互你得到快乐，亲像一对翁仔某，先去做医生，太太足虔诚的宣教师，读过新人医，但是无去用毛吼，甲伊烦恼。伊甲咱讲吼，咱咧原住民台东的所在吼，遐足侪原住民呢，无医疗啊，咱遐开诊所。所以讲，我当下去营总实习了，我得要升主任，我得要升主治医师，啊，你叫我中医师了，再来主治医师嘛，啊，你叫我去增加，讲我叫你去实习，到中医师就差不多拢会晓啊。啊，咱来增加，啊，伫遐趁无钱，不要紧啊。有健保费就好啊！咱去遐是真正咧服侍上帝啊！因先生同我足听因太太，就跟做去台东去庄脚，倒啊，吼啊，伫倒啊病院迄足较深山遐个人，你讲你来病院，你来台东受一个台东去到病院啦，你要落来到山骹，伊嘛足麻烦啦。所以讲，若有病啊，就去找因先生，啊，因先生预约了，才发觉一项，迄个所在人送屁屁，几乎没有钱，送啊拢无钱，送拢无钱的时阵，要安怎？因先生啦，送了时阵，啊，因遐人足歹势，讲无钱，吼，无钱，啊，无阮唱歌互你听，因就逐个开家族会咧，先生就唱歌，啊，用因的原住民的歌唱，啊，唱因先生逐句嘛听无，刚听就是听着一句讲耶和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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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来讲，啊，今仔日吼，我看病人吼，啊，敢若健保卡有收着尔，这健保卡刷卡得当收钱嘛，其他都没有钱。哎，你太太笑啊，好啊，很好很好啊，他们怎么样？哦，他们都唱歌给我听啊，有时候他们会拿土产拿唱歌，唱什么？我也听不懂哎，唱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你太太耶和华，对啊，他们就一直耶和华，我就听得懂耶和华，耶和华，啊，其他我就听不懂，啊，可是他们都很快乐，可是他每次唱耶和华，我心里上就好感动，好快乐啊。耶和华，耶和华，好快乐。之后他们结束医院，他们回到台北，他们去参加教会，那先生也受洗了。突然有一天圣歌队唱歌，耶和华，耶和华赐福你，耶和华赐福给你。伊说对个人就讲，我听有啦，迄是耶和华啦，迄是耶和华，不是耶和华啦，迄是耶和华。他们声音好美呢，比我更多的钱都美呢。然后他跟他太太讲说：“我们再回去好了，这里赚钱没有意义，很空虚。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赐福给你。所以主耶稣再次降临，他再次降临。所以我再讲一个故事，你们听过吗？因为教会很美啊，这间很美的教会里面哦，哇，信徒非常的和蔼。这么美的教会，突然对面啊。”有一间基利户啦，有一间性招待基尼户盖在对面的空地啊！哇，那些会友每一天祷告，都在门口教会门口祷告：上帝啊，求你赐下大火烧毁他们啊！不要给他们在那边啊，这样会亵渎我们啊！那是大淫妇啊！上帝啊！他们只要每个礼拜三祷告，礼拜完之后的全部的会友会跪在教会的门口祷告，上帝啊！那个剧院的老板就这样看着他，哼，祷告，我就盖得更快给你看，盖得更漂亮给你看啊！所以你每个礼拜天都看到一个场面，就是那个老板叉着腰在那边看啊，那个信徒大家跪着很虔诚在那边礼拜。突然啊，快盖完的时候，下来呀，打了呀，砰！啊，就刚好打中他的那个。快盖完的那个基尼夫着火了，全部把它烧光了。哦，我要跪着，感谢主，感谢主，听我们祷告，感谢主，听我们祷告。上次你们听过吗？对不对？还没结束嘿，今天我讲中段，以后才讲后段。中段的时候，那个基尼夫老板很生气，就去还告他们，因为他们的祷告让我的基尼夫被火烧掉。
结果他们教会去说：“你被火烧的大自然现象啊，跟我们教会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我们教会赔？”他们两个在那边吵，那教会不赔啊，那基督徒说要教会赔啊，因为他被烧掉是因为教会的祷告嘛。结果法官也是基督徒，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不知道如何断这个案子，因为基宴的老板坚定相信祷告的力量，教会啊却完全不相信。”那位亲爱的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相信祷告的力量吗？我相信呢，是上帝叫他打雷耶。还有后段，我今天不讲，以后才讲后段。法官怎么去判？因为法官讲那句话的时候，全部的会友愣住了。我也是基督徒，我当基督徒这么久，我第一次听到说，有一个基业的老板，他坚定的相信祷告的力量，可是教会坚定不相信。我们相信不相信？我们要盼望，我们要相信主再来。我们一起来祷告。谢天，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在聚集这里敬拜上帝。主你是恩典何其大，照顾我们。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都有拿到天国的门票，而每一个人都是得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天堂成一个非常温暖的众星团契。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感谢带到了真好的信息。这是咱来回应上帝话，咱来吟圣诗第140首，耶稣的手扶持我，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咱第三首第30台，愿主的我心欢喜。请坐，这是咱准备心来奉献。
起立来迎奉的诗。请咱议员徛咧，咱来吟上咏圣诗391首，俄勒天顶主宰，吟诗煞请带着乐为咱祝祷。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天国的门票，能够得上帝的恩典，进入到永恒的国度，期待主再临的时候，那一刻是美好的。我最后所祈祷稳定，地被上帝听通，圣天相通，甲恁三甲地地，对这时到永世代无说阿门。请坐。下面报告的时间，会注意圣纲论集请咱家己来看吼。本日咱礼拜后有小组的分享吼，咱的进度是尼希米第1章到第5章。咱下晡2点有敬拜团的训练吼。过来咱下主日咱的迄个要举行迄个圣礼典吼，抑个咱有一位徐美惠姐妹要受洗礼，抑个咱嘛要举行咱新任甲连任的长老甲执事的就任式。过来咱后12号吼，12月12号礼拜5暗时7点半伫怀恩堂，咱有迄个韩德尔神剧的迄个演唱会吼，是免费入场吼，欢迎嘛会当会当有闲咱会当来听吼。过来咱明年度咱定期和会手册吼，咱迄个各团契个组织吼，咱的同工请咱伫12月28号将咱的相关的资料，咱互迄个寄互迄个玉文姐吼。后礼拜咱的新眼光的进度是第6章到尼希米的第6章到11章吼。安尼咱今日咱礼拜到遮，咱默祷闭会。
互相行平安嘞。